侪人举着雨伞伫台骹，台顶出的卖菜拢含安平妈祖有关，摇着的还佫有现金红包，看电视会当早回去厝。上湾区博平安赚大钱，安平开台天后宫延续传统，伫元宵节暗时博钱龟，庙方死者1尺半1尺无共寸尺的钱龟，以及100斤到40斤不等的米龟，博着圣杯上侪的人会当甲龟请回去，其中这只米龟是由中家款品的业务跑走。有幸运的7杯刚才博着100斤的米龟希望会让保庇中家款品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也希望大家业务工程人员出入平安顺利。依照习俗，米龟爱先伫厝内供奉3天，头尾家己留落来食，身体部分分散予大家保庇平安，嘛祝福公司业绩强强滚。但是新闻说话采访报道。